今日帶住大家探索一間喺高空嘅自助餐廳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仔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大雄假期嘅導遊芳芳啊。今日嘅話呢，我就嚟到咗深圳灣1號喎。咁嚟到呢度做咩呢？就係帶住大家嚟打卡我身後嘅呢間餐廳啦，星空坊餐廳。咁喺呢度嘅話呢，我哋就食一餐靚 buffet啦。餐廳位於34層，食飯環境一流，可以睇到深圳灣270度嘅無敵海景。呢度仲有品種豐富嘅國際美食，即開即食嘅新鮮生蠔、蝦蟹同貝殼類都有齊晒添，仲有各種魚生、刺身都一樣咁新鮮㗎，同埋各種各樣嘅壽司、熟食、甜品、魚子醬，種類多到你有選擇困難症啊！如果係週末用餐嘅團友，以上菜品都有機會品嚐到㗎。如果係閒日用餐嘅團友，菜品會手作調整，但都同樣豐富㗎。除咗豐富嘅自助餐之外，嚟到中山，我哋仲會品嚐到金湯包心花膠佛跳牆、精選鮑魚、海參花膠等等嘅海味，再搭埋老雞、排骨、瑤柱、牦牛8個鐘以上嘅金湯，真係滿滿嘅膠原蛋白同埋鮮味。濃湯豬肚乾坤花膠翅，用夠大夠厚嘅黑毛豬肚，釀入14至16寸嘅牙揀魚翅，再用精心煲嘅濃湯將豬肚煲到軟腍適中，滿滿嘅工序先可以製出呢個濃郁嘅味道㗎。咁正嘅行程，你點可以錯過啊？快啲嚟搵我報名啦！